新竹县新埔北埔乡这个客家庄哦，真侪店家拢在卖粿仔条。伊嘛讲，因为食安事件，最近哦生理加减是有受到影响。点粿仔条的人客是比过去哦减真侪。粿仔条经过烧水烫好，在顶头加上豆菜、油葱，一碗香公公的粿仔条就完成啊。不过，即马受到宝林中毒事件，不少原本爱食粿仔条的民众嘛开始烦恼。还在考虑要不要吃板条，可是想一想到这里，板条是他们的那个最著名的小吃啊，我也想做进吃。新竹县新埔是传统的客家乡镇，加点不少卖粿仔条的店家。也则讲，最近生意确实有受到影响，尤其是点粿仔条的人客是愈来愈少。可能心理作用嘛，我们自己觉得说，哎呀，会不会受影响？因为今天客人怎么都是吃米粉。来到北埔，同款有真侪卖粿仔条的面摊，这边的业者嘛讲，最近生意真正是落真侪。这2天的反应大概至少掉了大2/3左右。以北埔或西埔来讲，它主力都是板条。我说除了客人减少之外，而且客人要点的板条的机会越来越少。都惊大家拢唔敢来食，头家强调家己所卖的粿仔条对制作到保存拢有依照规定，请民众放心。也希望调查结果会当量查出来，以免生意继续受影响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